3月开始是游灯会开会季节，新竹县邀请艺术家来学校，用游灯会做主题，举办这装置艺术特展，嘛有互动的体验装置，后民众透过科技，唔去到山顶，也会当欣赏到游灯会。游灯会对顶头慢慢落落来，徛在下骹感觉真趣味。佮有利用手机透过 QR code， 就使甲水当当的游灯会做伙翕相。在桐花季的时候，其实最开心的就是置身于这个漫天飞雪般的桐花。那有的时候因为距离的关系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没办法到山里面去体验哦，所以我们的学生特别做了这样的一个体感互动哦。游灯会主题展览是以玻璃、工艺、科技等等多项手法，将灯会意象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。艺术家用不同的手法，创作出对灯会的印象。透过艺术家的桐花作品，然后用互动的方式体验，让大家浪漫的在一个 AR 的体验装置沉浸式感受，去呈现桐花在氛围上面的一个营造。我们期待呢，在目前桐花还没有盛开之前，邀请大家先来到我们的美术馆，新竹县的美术馆来参观我们的桐花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5位艺术家各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桐花的意涵。透过艺术家的作品，民众对游灯会有更加多无同款的体验。县政府希望大家做伙来亲身感受5月4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